大家好，朋友们，今天我将向你展示如何在 Windows 10上安装蓝牙。为此，打开任意浏览器，编写蓝牙驱动和相应的 Windows 10。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链接 Intel Windows 10无线蓝牙驱动，点击下载。例如，我们下载了一个文件。是的，我们正在打开它。点击是，你可能哪里有黑屏，因为你看不到。就这样，一般来说，点击这里的下一步，驱动程序正在安装中。点击这里的下一步，总体来说，要经历这一切，使得这个普通的装置点击下一步，这里选择完成，然后点击安装，就这些。我和你在一起，大家再见。